祝福达赖喇嘛尊者84岁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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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颖梦，也是台北市议会西藏连线的召集人。成立这个连线的目的，除了我们台北市议员能够在台湾实质的声援流亡藏人之外，也希望能够提供在台藏人实质的协助。希望有一天我们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回家。最后，祝达赖喇嘛尊者84岁生日快乐！达赖喇嘛生日快乐！那谢谢你为全世界的藏人，然后还有当然不只是藏人，还有全世界的人类，为我们的人权、自由还有民主所做的努力。谢谢你，生日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许家培，在这里祝福达赖喇嘛尊者生日快乐，恭祝达赖喇嘛生日快乐！非常期待达赖喇嘛能尽快再度来访问台湾 ，Welcome！ 我们是台湾自由图博学会 SFT 台湾，我们是由一群关注西藏议题的台湾青年们组成的援藏组织，致力帮助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与独立。我们透过参与非暴力抗争行动，以及举办青年营队和达兰萨拉探访团，带领台湾青年学生更深入认识西藏议题。祈愿尊者身体健康，欢迎再来台湾，生日快乐！我们是台湾图博自由会，恭祝达赖喇嘛生日快乐！西藏的慈悲文化不仅是台湾的社会所需要，也是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冲突与战争最好的解药。那西藏人正直、诚实、善良的特质，也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所以台湾图博自由会会继续为了西藏的自由而努力，也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身体健康、长久住世，继续带领我们朝向一个更和平、更慈悲的世界。高人不切，冲干啦，嘎树树。台湾人不切，祝你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希望恁会当早日回去恁家己的国家。感谢达赖喇嘛，让我们认识真正的佛法。希望达赖喇嘛能够长久住世，更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带领所有的博巴回到家乡。生日快乐！达赖喇嘛，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达赖喇嘛，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达赖喇嘛这是的嘞！生日快乐！尊者，祝你生日快乐！我们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你曾经说过，你最喜欢的生日礼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关注内在，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因为在人权工作上面，我们常常因为看到不正义的事情而感到悲伤、痛苦，甚至是愤怒。但是每当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会记起你曾经说，希望我们想起你的脸，想起你告诉我们说，即使要尽力阻止恶行，但是对于这些人，我们仍然应该要心怀慈悲。
这对我们来说确实能够让内心感到平静，并且得到更多的力量。但是老实说，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再一次祝福您生日快乐，也祈愿您长久住世，健康平安。孔氏讲的全部故事听了点不说，达赖喇嘛尊者生日快乐！尊者好，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你的智慧带着我们往前走，谢谢你。首先要祝福达赖喇嘛尊者84岁生日快乐。我想世界上在每个角落都有人跟我一样受到达赖喇嘛非常深的影响与启发，所以我们都对尊者抱持着一个感恩的心。也因为这样子，非常期待达赖喇嘛尊者可以继续身体健康，那影响更多的人，并且期待西藏自由的运动可以早日成功，那让达赖喇嘛以及许多在世界各地的西藏人都能够回到一个民主自由的西藏，让我们一起继续跟达赖喇嘛尊者并肩作战，一起加油。